把镜头刷到台东。这个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有一间火锅店，昨深夜11点外，1楼的厨房熊熊来导火，2楼是来庆乌烟。这个火锅店是带一对翁仔某。 家属赶到现场，联络无到人是情绪失控，想要冲入去内底找人。最后，这个消防人员是伫1楼后壁空地啊找到头家，头家娘是昏倒伫2楼的房间，一度无生命现象。加在送病院了后，恢复到呼吸，抢回到一条命。 用电击击开铁门，消防人员准备侵入火场去救人。这时2楼窗门已经一直出乌烟啊，规个2楼内面是烽烟散布，根本就唔知内底什么情形。小皮肤，很严重，找不到他电话，没人接。真着急，这个厝内佫带一对翁仔某，家属知影这个消息了，赶紧打电话要确认2个人的下落。 家属真着急，想要抢入去这个火烧厝，和台东的暗暝真无宁静。这是伫中华路一间2层楼的建筑，1楼是火锅店，2楼是用餐区兼徛街。半暝11点外，1楼倒边灶骹熊熊煞导火。当时伫2楼这对翁某捌家己敲119电话报案，还未讲清楚，尔就断线。 消防人员要搁甲卡嘛未通啊，所以讲直接就击破铁门喷水救人。最后伫2楼的房间找到头家娘，这个头家伫1楼后壁空地啊，当时意识清楚，互人扶出来。就去基督教，好，基督教，好，听我的话，好不好？手大大的分安心，掩过伊这身开始烦恼因某唔知伫倒位。 着急想要知影因某的下落，这个细张的头家娘可能救出来时，捌唔知人。经过现场抢救了，马上送去病院。医护人员嘛已经为死神的手中抢回一条命，即摆已经会使家己喘气啊。是讲伊7年前为四川过来台湾，开一个火锅店，即马煞烧了了，火锅看到隔壁的酒吧，这个损失免啊减赔，以及导火原因，拢爱搁调查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